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夜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不过，前出面强调，无满18岁无可能上战场。另外，又讲到台美当日协商，这美军的东亚战备库准备刷到台湾。马祖机港的货船呢，无运补减肉类，有阿兵哥伫沙坡顶头写字，卖碗官兵无肉通食。目前有3个动航运过去啊。有风声讲，审议会被讨论民生用电4月要起电池，工商业用电要起1成，上重要呼吁政府起电池爱枢纽，避免造成通货膨胀。中国嘅空军是无放弃用武力拍台湾，而且继续伫咧强化因的军力。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中共用这个武力嘅意图是凭英国更较强、更较明显，而且伊也头一届证实讲，这台美当日协商美军的东亚军备库存要改来到台湾的代志。另外，最近参加立法会的全面防卫动员准备法修正预告，邱国正也承认讲，这相关的内容是无够周知，而且伊也未互无满18岁青少年上战场。中军无愿意放弃武力还台，虽华大海局势紧张，不过台美军事交流是继续提悬。国防部长邱国正第一摆证实，台美来参详美军东亚军备库存该放到台湾。比如说美方他加大，他把他在东亚的这个军备库存放到台湾来，比如说原本放在日本的、放在韩国、放在菲律宾的，会不会要求增加放在台湾的？这也是在谈当中。多一种半有上市，邱国正表示无方便公开。即马强军对台威胁，搁进一步到无人机甲气球。邱国正表示，国军改变过去原则，有航空实体进入一定界限都爱射击。佮强调中共动武态势比以前较大。动武的态势是比以前还要强烈吗？比以前强烈啊，一定比以前强烈。我们一定在一个界限以内，我们就要射击了吧？哪一个界限？哪一个界限？我有领空吗？有领空，对啊。领空领海，对，领空领海是12海里啊，是没有错。不过最近国防部有个修正全面防卫动员准备法，率引起争议。邱国正亲身澄清：什么16岁就要上战场，这个完全没有这种事情。我们国军来讲的话，要入伍要18岁以后啊。邱国正表示，为了让全动化更较进一步，才会修法。不过相关内容无够周全，收集资料了后会跨部会协调，代表各界意见。每一条严格审定，也强调家己身为军人也反战，不过未当无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马祖机港的货船因为有20天无去运补，这马祖是当日欠肉类，就马防部的官兵伫咧沙坡顶头写字，写讲无肉通食，阿兵哥是摇巴肚，敢若会当食泡面甲罐头，引起众人议论。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强调，已经利用空运送5点自动的冷冻肉去到马祖，供应全防区官兵10天食食的需求。甲413空运输机顶悬的冷冻肉，为货仓内底搬出去。改善伫马祖机港，马防部的官兵无肉通好食的情形。马祖机港的货船因为20天无来补货，伫遐肉是真欠缺。有驻防官兵伫海沙堡啊写讲，马防部无肉通好食，阿兵哥摇巴肚，敢来当食泡面甲罐头等等的字，引起大家关注。我们马上请这一个空运的单位呢利用空运的方式，将这一个冷冻食品送到这一个马祖，也在调度当地民间的这一些冷冻食品跟肉品。能怪天候的问题或船舰的问题，但有一艘船专门运载这个物资的确是故障我们要多方面的弥补现在的问题。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讲，已经有用空运把冷冻食品送去马祖。马防部表示，最近因为天气无好，加上运补船故障当地维修，才会致使无法度再去马祖的情形，有想用军用罐头来代替。民船因为天候的因素没有办法开，那可以理解。可是因为船坏了这样的理由，造成没有办法运补，这是非常离谱的。认为这个不应该让我们前线的弟兄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甚至这个变相也是打击我们国军的士气。针对前线国军摇巴肚的问题，在野党立委批评的力头是真大。国防部强调讲会做检讨。马防部透早嘛已经派指挥官用船载2公分的冷冻肉去技工地区，而且派运输机载5点自动的冷冻肉去马祖，供应全区的官兵10天的食食，让马祖的国军有肉通好食。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咱国内鸡卵这款量依然是无够，对今仔开始，这鸡卵的挂价搁再起3块，对一斤52块起到55块，这个价数也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政府会扩大进口提供库存的卵来增加供应量。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强调，除了伫咧澳洲进口，也会对其他的国家进口鸡卵。不过目前这卵也是真好买到，透早要排队买卵的民众是排甲落长。透早6点多，店家拢还未开门，外口就已经出现要排队买卵的民众，就惊我来会买无。我6点多就来了，然后他不卖，然后7点10分来就排这么远的，很难买啊，到处都找不到蛋啊。真是这个政府不晓得在干嘛。想要买卵，唔那卡手爱紧，该去运气。上抢市的白壳鸡卵全部欠货，敢若剩白壳红心卵，也是其他品种通买。不过无论是倒一种鸡卵，拢真受欢迎。头家只都提出来无偌久，就随袂了了。现场卖我也没办法卖普通的白蛋，就只是卖一些特殊蛋，就是白壳红心啊。但是那个价格卖出来，其实也没赚什么钱啊，就是大家买得到蛋而已。但是货也不多，你看我整间店也都空的。唔那当啊出现买卵的人潮，就连超市甲大卖场鸡卵同款欠货，货架顶头是空。部分地区要买到鸡卵，车六都要开始起价，大卖价位逐大斤52块起到55块。有民众挂路，想要伫早顿店加点一粒卵来食，就爱搁加开钱。暂不提供单点蛋这个选项。如果后续在涨幅有再起来的话，我们就会考虑再把蛋这个选项的价格往上增加。因为最近真侪冷气团到位，造成鸡母产卵的量变少，影响到鸡卵供应。我个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处理，才袂互欠卵的问题变加愈来愈严重。我想供给面的调整很重要，那扩大进口是必要的。那另外，这个加工蛋跟这个库存的释出哦，也有助于市面流通的数量可以增加。第一个不能有打疫苗的国家，那第二个绝对要经过检疫跟卫生安全证明。那这个只要一出口的时候，那我会立刻跟各位来报告。除了为国外进口鸡卵，嘛爱赶紧提升国内产卵的量，才会当互鸡卵的供应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欠卵问题目前是也无大解决，原因之一就是这卵价数量对去年12月底到今年2月底，因为禽流感疫情已经减少500万只，致使逐工鸡卵的产量拢欠6000箱到8000箱，而且台湾的这个卵种鸡拢爱进口入来。农委会已经规划要再进口30万只的卵种鸡，希望对各种面向来解决欠卵的问题。卵农虽然甲平常时共款入去鸡条收鸡卵，不过较早会当收差不多10箱卵，即马敢若剩11箱，差不多是剩较早的7成。国外进口的卵鸡嘛延误进口，这个老鸡母敢会当生偌济算偌济。啊，就定无过啊，嘿啊，佫老的啊，爱老偌久？佫老3个月吧。迄技术拢伫外国人的手头啊，对啊，咱台湾无法度发啦。农委会资料显示，当年进口的细只鸡种是26万只，孵出来会当生卵的第二代是2200万只。目前全台湾卵鸡数量是3079万只，不过甲去年12月底，全国也有3500万只卵鸡，因为禽流感疫情严重，到今年2月底的卵鸡已经减少500万只。本来已经要拍掉的鸡仔，勉强爱继续生卵，所以因为安尼影响生卵的数量。啊，所以鸡啊，就愈来愈歹吃，死亡率越来越高，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根据农委会统计，国内逐工鸡卵的产量是11.2万箱，不过需求量爱12万箱，逐工无到6000至8000箱。能源无够，国家消费者抢买，所以供需更较无平衡。陈秀埭坦白讲，欠卵的情形可能还阁持续几个月，或者是讲国内生卵鸡因为技术的问题，爱挖靠进口，欠卵的情形可能还阁持续一阵啊。订完以后2-3个月，你就可以拿到小鸡。那小鸡呢，你养大概20周，它就可以准备要下蛋了。现在订呢，起码半年起跳。国外的禽流感非常的严重，其实连带的国外的蛋种鸡也是问题。
农委会表示，要协调进口30万只西卵鸡，也会协助卵鸡甲养鸡场的升级。学者建议，卵鸡产业应该都要做整体性结构调整，除了源头进口西卵鸡数量调整，生产工会嘛会针对市场机制做调配，避免拍掉卵鸡的空窗期伤久，也减少鸡卵供应不平衡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渔船新中发88号可能在钓鱼台附近海峡并船，海巡署证实讲，这船顶有一个台湾船员、6个印尼船员，目前拢是失踪的，而且这相关的单位还佫伫咧搜救。进前根据到日本方面的消息，伫船舱内面有发现到一具遗体。船头家阿兄接受访问时阵表示讲，那是因为作业的问题，这渔船也是加并过去。不过即马只剩这船头走出来，船身拢伫咧海内面。过程也拢无收到这船员讨救兵的消息，真有可能渔船啊是去互别只船弄到的。船底向天浮伫海面，新北市深澳籍渔船新中发88号伫2月27半暝11点外，为北岛渔港出海。7号下晡，煞互人发现船并去，船顶的台湾籍船长甲6个印尼籍船员下落不明。目前根据日本保安队的消息，早起伫船舱内底发现一具遗体。上个星期四最后一通电话，我们才刚就是定期检查完过，对，发现什么都没有问题。大边坤进一步表示，领作业所写渔船结果冰滩去，不过依照日本提供的相片，敢若剩船头浮出海面，代表船舱入水真严重。不过这段期间拢无接到任何求救的信号，真奇怪。研判有可能是去别只船弄到，不过确实事故发生原因也有待调查。现在我们发现新中华88号的船目前在石垣岛145海里左右。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海岸警卫队官员3月7号下晡1点36分左右收到船车一边的报告，就伫日本沖縄湾石垣岛北边的钓鱼台海峡。外交部接到报案了后，随指示驻日代表处协助处理。我国国家搜救中心已联络事发附近的我国渔船前往协寻，海巡署及日本海上保安厅在接获通报后，也紧急派员前往搜救。海巡署舰队分署已派连江舰前往搜救，并以昨日213栋抵达事故海域开始搜寻。海渔会主委关碧玲也伫面册写文章讲，海巡署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高派连江舰前往搜救，不过并无发现相关人员。日本也派机舰救援，目前也持续伫搜救。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东的绿岛，昨暗头发生森林火灾，而且这风势真强，火势本地有探过趋势。落尾消防人员是想尽办法控制火势，而且空勤总队也派直升机分配来转水降温。抢救16点钟，伫今仔早起才把这火拍花。不过，伫咧火灾的现场附近有捡到一寡烟火纸盒仔，无排除讲是有人伫遮放烟火来引起火灾。规片树林火是烧了真猛，乌烟嘛一直冲出来，搁拄等透风，火是愈烧愈旺。这是台东绿岛掩埋场后壁的保安林地，拜五下晡发生森林大火。天暗嘛，火势也是真大，搁拄等透落山风，致使火势愈传愈凶，嘛造成路边的树仔倒去，边仔的环岛公路暂时未通。消防人员赶紧去拍火，先把火势控制落来。星期六天一个光，空勤直升机用吊挂的方式分配灌水去导火的所在，为空中压水，来回几啊抓，早上较热火无够炭烧啊。对岸哦，就是马路那边烧，那这个是昨天晚上燃烧过来的哦。再烧下去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那是掩埋场。因为这个导火树啊，主要是拿豆甲无满红，人员要入去是真困难，会派怪手入去做后续的处理。因为伫火场的附近有发现烟过烟灰盒仔，这敢是造成火的原因，目前要当地调查。目前燃烧的面积大约是3公顷哈，那从高空往下看，大概是没有明确的那个明火，但是还是有烟哈，有这个烟的部分大概还有10余处。2019年，绿岛的一个保安林地嘛捌发生过大火，迄当阵炭烧的面积有28公顷，经过几啊天才完全拍花。今嘛，搁一届发生森林大火，出动海空做火拍火，经过15点钟，总算把火拍花，接续嘛展开火府的处理，避免火搁倒起来造成灾情。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屏东有一个77岁农民，初时半暝啊3点出门去到田里要喷田水，想袂到早起6点外，方发现讲伊人倒伫咧水沟边啊，一个骹手拢扣起来，已经死亡。家属怀疑讲，这有可能是喷水时阵互电死的，而且进前附近也捌漏电。若阵真正是这路顶漏电，家属有可能会要求国家赔偿。台电人员摕机器巡查，发现路顶边的种植艺术拢有电，和下骹的壁面嘛同款。下面没有铁也是有嘛？你看，这样插不下去有电哦。漏电的所在靠近田边，屏东一名77岁的老农民，因为当地水情暗，采取轮管，4号半暝3点外到田里分水，6点外消防发现人倒伫咧田内底，骹手弯翘，人已经死亡，因为拢田水深5到6公分，是大人有可能破水的时阵确定漏电的所在，不幸来死亡。沙胶弄掉，然后你爸就从这里的水要从这里，对。看也是有人说，就是有漏电，也有被电到，可是因为他们全身是干的，所以就是被电到，就是觉得是麻麻的。灯火现场有可能漏电的所在已经有封锁线，嘛打公告提醒民众爱注意。警方表示，初步检视死者身躯无明显的外伤，会请检察官来详验。并无打斗痕迹，死者亦无明显外伤。他现在可能要来你们，就是会同你们来处理，看是要先把它断电，然后你们做一些预防措施。家属讲，同款所在进前毛民众反映有漏电，即期管理单位三地门乡公所有所失，无排除要提国赔。记者王刘婷丹台本屏东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看到这土耳其甲叙利亚的边界发生大地震，到今已经是1个月过去啊。这场地震上报有53000人往生，还1400多万人是有路无处。一寡建筑物被砍的地震是造成灾情严重的原因之一。土耳其政府已经扣押200多位建筑包商进行调查，不过这地震了后救灾速度伤过慢，加上经济问题引起民众不满。因为总统埃尔多安伫5月若准是想要来拼连任，恐惊是真拼。世界拢靠山，工人逐工无用试试，清理在过磅下站海要赶紧重建，互灾民用转去。Günlük 200-250 ton arası enkaz çıkarıldığı söyleniyor. Biz de bu enkazlar hem çevreye rahatsızlık vermesin. 强烈地震后，土耳其超过21万栋的厝崩起，影响差不多1400多万人。人讲是土耳其1/6的人口，虽然政府已经赶紧完成厂商招标投入重建，不过依然有300多万人被迫离开受灾故乡，140多万人住伫布棚内底。政府救灾速度甲专业度，互灾民积极。亲像有的所在无大型基构刷暗土地，灾民目睭金金看亲人受困死亡。经济专家将严重灾情原因是因为大量违规建筑法律无严格，建商偷工减料，付出无耐劲，才造成灾祸。Aldığımız dersler gelecekte çıkaracağımız derslere ışık tutması lazım diye düşünüyorum. Tabii eksikler ve kusurlar varsa onlarla ilgili devletimizin ilgili kurumları ve yargı gereğini yapacaktır. 土耳其当局已经扣押200多个建筑承包商甲相关人士。世界银行估算，强烈地震直接造成土耳其超过340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差不多 GDP 的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认为，在欧重建工作应减少今后经济活动停滞造成的伤害。不过，土耳其人民即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加上地震灾害，恐惊影响5月14日的总统甲国会大选。公视新闻杨干编译。伫孟加拉东南部的这个罗兴亚难民营，礼拜下晡发生火灾，有2000间的寮仔焚烧掉，上万人有路无处。另外，伫马来西亚当咧落这大水，呼吸到几落天啊，在正常介严重的柔佛州做大水，拢淹到厝背顶，而且这场大雨可能会一直落到4月。火一直烧起嚟，厝一下都拢焦火熏。消防人员伫个火熏中游水线，想要控制火势。南亚孟加拉东南部有一位难民营地，7月下晡发生火灾，因为风正透，国家营区内底有真侪真好笑的物件，所以火一下就弹开。一寡人连物件拢袂付提，敢会当赶紧逃走。
এখন ফোন হইতে গিয়ে ফাটাসার আয় ফোন তো এবেলা নিয়ে গিয়ে গই অনাই গিয়ে এক দূরের মাদা আর বাসা কান এখন পুরি গিয়ে আর তো অজ্ঞা দেশীয় নাই এখন চলোয়ারও নাই অজ্ঞা টাঙ্কিও নাই এখন আই বাদ দুয়া হড়া হাইম অন্য নিচে পারলা হইতে নাই পানি মারি না পারিস তো ওনারা বুঝি পাইছে বলে আশা করি经消用差不多3点钟控制火势，估计有2000个住所一家病院还是中心这设施烧毁。虽然无人员伤亡，不过至少12000个人民受影响。本来因都有路无厝，即马连困的所在都无啊。导火营地是伫科克斯巴扎尔，带超过100万个罗兴亚难民。较早孟加拉的难民营都常常发生火灾。2021年3月大火，致使15人死亡，上万间厝烧毁。啊，若伫马来西亚是拄着大水的侵袭，大马来西亚顶礼拜3开始落大水雨，雨因为一直拢无停歇，致使南部地区大淹水，民众早起出门前厝内也好好，下班转厝水就规个灌入来，只好赶紧把洗衫机、电锅这电器用品搬出去。Tak lah, kita habiskan kerja dulu sebab kat rumah ada orang. Jadi kita suruh yang dekat rumah bersiap sedialah. Balik dia tu dah sampai depan pintu lah rumahnya. Lepas tu naik malam terus masuk rumah. 这个大水至少影响6个州，上严重的是我近新加坡的柔佛州，当地民家为임家村厝顶，目前已经知影至少4个人死亡，超过4万人疏散。当地环保组织表示，这是柔佛州半世纪以来上界严重的大水。佮讲，因为当地欠缺绿地，无法度吸收增加的降雨量，这致使灾情严重。当地气象单位佮警告，大雨可能会落到4月，才会当停歇。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看美国的纽约，因为一间超市伫这初5早起发生火灾，原因是因为有一台停伫室内的电动脚踏车，这电池导火所来造成火灾。虽然消防队接到通报了后，随赶来也是未赴甲这火拍花，包含5名消防队员在内，有7个人受伤，其中2个伤势正严重。在纽约布兰克斯区一间超市冒出大量乌烟。西午早起10点40分，纽约市消防局接到通报，才发生大火，原因研判是3级火灾。后来紧急调管到5级，总共200个消防员赶到现场。导火原因是停在超市内底后门一带电动脚踏车锂电池导火烧起来所致使。This entire building behind me is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roof is caved in. There is nothing left, and it is all because of this one single light. 消防局透过配合公布火灾发生时阵监视器的画面，因看到门边有一团火球，乌烟向顶完成。穿绿色衫的民众原本想要挖紧，不过火势一年爆变大，规监视器因无拢正掉咧，互人看甲心惊惊。目前知影规间超级市场烧了了，也搁拖到一间洗衫店。纽约市去年发生200多件电动机车电池烧起来火灾，绿色交通背后暗藏公安危机。市府甲消防局也呼吁大家按正确使用有合法电池的电动脚踏车，将避免灾祸发生。I just want to commend the Commissioner and FDNY for placing this on our radar and really leaning into how do we educate the public that you must use the legal batteries and also these devices should not be placed inside your home. 同一天，伫美国马里兰州费德瑞克市发生一台油锅车冲浪大树导火爆炸事故，现场冒出大量乌烟甲火枝，火势烧差不多40分钟了后拍花，目前知影驾驶当场死亡，也有6间厝甲3台车烧害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伫2024年要选总统，前总统 Trump 伫保守政治行动会议的年会顶头表示，伊要互美国搁再伟大一届，而且有62%出席的人拢希望 Trump 会当搁再代表共和党拼2024年总统大选。另外，互 Trump 认定是真强的对手的佛州州长桑德提斯，礼拜时阵伊侵入到民主党的大本营加州，宣扬保守派主张，这也等于是对选举已经开始伫咧准备了。安桑伫几个月内，就要宣布竞争白宫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最近开始伫各州行踏，替2024年选举铺路。礼拜伊去民主党主政的加州，讲保守派理念，操大伊伫佛州的成就。And I believe parents in the state of Florida should be able to send their kids to elementary school without having an agenda jammed down their throats. They should not be teaching a second grader
that they can choose their gender. That is wrong, and that is not going to happen in the state of Florida. 和尚提示，唔若批评民主党的地方市政有缺失，佮批评中央政府的预算支出、防疫措施甲移民政策等等，根本是去中着意识形态病毒。So in Florida, we say very clearly, we will never ever surrender to the woke mob. Our state is where woke goes to die. 伊伫甲德桑提斯看作是党内上大敌人的川普，嘛伫马里兰州美国保守政治行动会议 CPAC 宣示要完成伊最后的使命。We're going to see this battle through to ultimate victory.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川普讲，敢若有伊会当防止第三届世界大战爆发。伊若是选调，就任进程就会当互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结束。也若根据 CPAC 非正式的民调，有62%参与的人期待川普会当过一届代表共和党来竞争2024年的总统大选，显示伊也是保守派第一人选。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这条甲民众是真有相关的一个新闻，即经济部会伫咧3月中过后召开电钱费率审议会，就风声讲这民生方案可能会起价，一个月用500度以上的会起3%到5%，要若工商业、产业用户可能会起超过1成。上总理事长柯树朴就讲，这民生含这工商业的电钱若起了伤过济，会造成物件日写落的性关价，政府就爱思念。4月可能调悬电价，传出有可能产业民生拢起。对相关细节，经济部长王美花无讲伤济。审议委员会也都有专家、各个团体代表，那相关的方案会在审议委员会去讨论。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他也会针对国内的通膨、物价，还有对于这个台电公司财务永续的这个必要性呢，做整体的评估跟考量。然后最后再做出决议，那台电公司会根据这个决议来办理。王美花讲，政府3大原则都是台电稳健经营、照顾民生甲稳定物价。若是外团4月要调悬的电价内容，民生用电的部分每个月超过500度起差不多3%，超过700度的用户起差不多5%，用电超过1000度以上的起10%。若是每个月用电超过1500度的小店面起5%，拢总差不多影响300万户。因为民生用电已经有起啊，今年工商业的用电大幅调整，可能比去年15%较低。认同500度以上的上涨，但是我会建议政府如果在考虑这个动作的时候，要加一些所谓的配套措施。比较穷的家庭，他们又受限于一些用老旧设备的，看有没有办法用什么样的救济机制，像去协助他们。降到500度，我真的是很坚决的不能够接受。中小型的这些餐饮业，还有中小型的这些店家，尽量不要给它调涨，因为我很怕的这一次的调涨事实上。我不怕失业率的攀升，我怕物价上涨。上总理事长柯树朴指出，认同民生甲工商业的电价平均调悬，不过万一调整幅度甲影响因素伤济，恐惊会有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甲物价大起，政府都要谨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基隆捷运的分担费用增加3倍出来，爱53.85亿，引起中央甲地方的争论。基隆市长谢广良今仔日强调，基隆捷运一开始就是由中央提出的重大国家建设，应该由中央指引相关的营建支出，要若爱基人来负担是无可能的。也希望前市长也就是目前的内政部长林右昌协助基人来减轻负担。全部都让基隆吞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门都没有。准备手帮基隆市长谢国良车拉亲情火线，针对基隆捷运、基隆分担费用详细说明。因为基隆捷运的分担费用增加3倍，基隆市长谢国良讲，这会让基隆的财政困难，呼吁由中央指引相关的营建支出。应该就国土发展回归，依据大众捷运法，由中央政府交通部
尽量全额负担。谢国良讲，106年蔡总统宣布兴建基隆捷运，一加108年行政院决议计划总经费，基隆拢是免负担。不过111年铁道局的会议资料显示，总经费变做425亿，基隆爱负担超过17亿。今年2月，交通部长拜会新北市长，总经费增加697亿，基隆爱负担53.86亿，呼吁基隆升价直辖市才当增加统筹分配税款。现任内政部长也是前市长林佑昌讲，地方爱多多努力。中央的统筹分配税款，给基隆多给了基隆10亿左右的一个经费，所以目前基隆的财政比以前已经好得太多了。用地取得很多县市他不用出钱，他透过契约征收就把交通用地取得。所以我是觉得，他如果在用地上面去做的话，他可以把那个18亿，至少可以减18亿了。交通部长王国材建议，基隆市政府会当考虑进行基隆捷运沿线的土地开发，降低土地取得的成本，收入原来会当投入经费。不过谢国良也是希望林佑昌甲议长董主委协助基隆减轻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对今仔开始，这学校会放零免搁再挂嘴阿妈，不过坐校车出入健康中心这块所在也是爱挂哦。实际上去到国小才了解讲，大部分的学生也是挂掉的，无怪人是真正。翠花因为全校伫礼堂集会，所以翠暗也是来挂好。校方翠暗明伫找到放零，除了校车健康中心这个所在，其他所在应家己决定是不是要挂翠暗。还是说已经解封，所以可以怎么样？可以不用戴口罩。你要用讲的啊。有些地方脱口罩会觉得有很麻烦。不会，我只会觉得在家里有人感冒会很麻烦。实际到国小观察。提翠暗落来学生是招数有限，在防疫的理由之下，也是有人安尼讲。不想让别人看可怜。之前1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有戴口罩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像流感啊，还有肠病毒，其实戴口罩小朋友的防范会比较好。我觉得戴着还是比较安全，比较放心这样。学生不只是惯习挂翠暗，也佫惯习入去学校进行爱心消毒。因为过去几年中昼食饭常常用的假饭，即马也毋免阁强制使用。不过食饭时阵禁止讲话，提菜时阵爱是挂嘴暗。交通车、健康中心，还有去大礼堂集合，还有打菜的时候要戴口罩。其他的时间就让小朋友自主管理。有些小朋友他们要学习那个发音，有部分老师他们会用那个透明式的口罩，不要说用取笑的方式，或是觉得说你跟我们不一样。虽然校方翠暗零放零，不过大部分的师生也是惯习挂嘴暗。显示这几年疫情影响之下，民间的自主防疫暂时唔敢放零。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真抢市的这演唱会门票，民众根本就买无，甚至有人是故意用设备去网络抢票，再搁来塔价卖出去，一张8800的票花到40万。就有民众伫咧提议讲，就要推动这个本表演票更是名制，防止这款塔价黄牛。文化部长苏德表示，这文化部会修法，若做有人故意塔价搁再转卖，可能会罚90倍罚金。想要买真受欢迎演唱会门票，民众是先抢就抢无。虽然有的主办单位讲会用回答问题等等的关卡来辨识敢是真正的歌迷，不过也受风声讲有黄牛用抢票机器人来大量抢票，而且报价情形是愈来愈含糊。不会超过1.5倍，为了喜欢的那个歌星买当然值得啊。我是有听说过，可能一张票多到3万块，这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有民众伫公民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议，推动艺文表演票券、买票、提票、甲入场3阶段用签名制，避免票口黄牛不当转卖。实名制当然是一个解决的方案之一啊，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到举办演唱会的他们自己在行政成本跟作业流程上的负担了哈。我们参考国外的案例，基本上会比较希望说有比较明确的修法的法则，来抑制它不正常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换。事实上，黄牛乌白绑架转卖艺文表演票券，伫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4条第2款都有规定，若是要运输或者是游乐票券，毋是要家己用的，是摕去转卖要来蹭里头的行为，会当拘留3天以下，或者是罚1,800块的罚款。
律师表示，黄牛绑架卖票的处罚，伫警察机关做调查了后，确实会当移送去地方法院检约庭。不过因为要认定是真无简单，而且计数加一两成，拢会方认为讲是合理的成本，无算是合理的行为，所以真正去用处罚的案件数量是真少。所以检察机关必须确认这个销售行为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收到钱了，那票也交付出去了，而且他还必须证明说这个销售的这个民众，他其实是一开始取得这个票券就是为了要拿来转售的。文化部表示，这3个月以来，行政院已经召开4届下部会协商会议，经过参考澳洲甲日本立法的例了后，建议修订文创法，明定票券转卖合理的成本。若转卖计数相关，这种相关不法利益的行为，会面临几10倍罚款，甚至是刑罚。嘛参考日本甲其他国家建立开放交换平台等等，来阻挡黄牛发物件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甲私立的华夏科技大学敢有机会合并呢？台科大近来发出声明，讲会甲华夏科大重新启动2间学校的合并协商，上紧伫咧4月底会甲整并计划呈报教育部审查，有机会成做国内大学的头一个这款公私立合并的这个案例。不过教育团体表示讲，照现有的法令规定，华夏的这个大学生若准毕业是无可能摕到台科大毕业证书，而且因的报效也会消失。国立大学甲私立大学有可能合并。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册立声明表示，是有少数化冲击，要提升竞争力、整合资源。要甲私立华夏科技大学要重启并校协商，有希望加做国内大学公私立合并第一例。有教育团体表示，乐观基层所烦恼，华夏科大师生权益受影响。被离退或者之前的教职员，他有可能会损失他的公保的一个年资，那退休制度、公司效也不一样，所以整个转换的过程，权益是会受到损失啊。全国私校工会指出，即卖法令规定，私立学校爱照私校法完成退场证书，包含停办、改善甲清算各种村的财产管出来。2校若要整并，华校科大教职员爱承办离退或者是资遣，了后才由大科大决定是毋是用约聘方式来请人。华校科大学生将来毕业被摕到大科大毕业证书，报效也消失。教育部给老师是什么样的职级，这绝对没问题。比方说，他本来是教授。我们就是教育部给他教授证书，我们就给他教授。至于年资的话，2个系统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会以他的表现的年资，然后对应到台科大这边来。大科大强调，2校已经成立工作小组，在边境互惠原则之下，研议辅导华夏科大学生原校毕业上近4月底整并计划，经过教育部审查。望照校地重新规划，建议教育部甲公私立科技大学3营合作模式，行出新方向。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调整这个年假，有6个拜六就要补班补课，有民众认为安尼生伤过济啊。行政总处的人事长苏俊英今日伫法院指出讲，目前有设计5种方案，未来1年补班补课上济3届，会伫咧5月送行政院核定6月公告。休年假心情是真好，不过拄着补班的时阵，民众看法就真无共款。今年拢总有6个补班日，国是2月就有2个拜六爱补班，3月份有1个拜六爱补班，第3月份的休困日敢若剩7天，引起民众不满。大家想象我们未来过年就是只有6天假，大家接受吗？如果接受，我觉得那是很棒，我们又多了一些选项，可以一起讨论。6个补班日到底是好是歹？苏俊英讲，每一个人的期待拢无共款。目前已经建议5个方案，会赶伫咧5月底进前送交行政院来核定。希望未来每1年补班上济3届，而且伫咧6月底进前公告。除夕、春节加儿童节加清明、扫墓节，所以端午、中秋是不是未来不太考虑了？这也是我们几个方案之一，一个是纯小年夜的，另外一个小年夜加清明儿童嘛。对。另外一个是小年夜清明儿童再加中秋跟端午。那照目前的规定行，到119年补班日会搁较今年同款有6届。人事总处讲无意识立场，会听民众的意见，有寻求来做调整。
受到欧美国家一礼拜休3天等等趋势影响，调解立委也提案，希望增加固定假日。放假的天数也越多，工作的时数越来越少，这是个趋势。那讲到法制化的话，你要不要定一个上限，定一个下限？这边还需要讨论。我反而会觉得，其实让各行各业多一点自由啦。国内目前规年的休困日是115天至116天。管理固定假日的内政部回应讲，各界声音真多元，会尽量听大家意见了后，谨慎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即马爱面对有史以来上界大的退休潮，大概有370万人。这阵人就是伫咧战后出世的迄阵，对今年开始轮到因到法定的退休年龄65岁。不过，台湾面对少子化，伫咧这10年来，劳动力的人口减少要到200万人。就劳团建议讲，爱去辅导中高龄者就业，或者是透过移民政策的方式来补充劳动力。60到65吧，55到60左右是差不多的吧。问民众几岁想要退休，每一个人答案拢无同款。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台湾都要拄到历史上上大的退休潮，按算会有378万人刷来就要退休。不过10年来新增加的工作年龄人口，敢若有181万外人，将差要200万人。未来若劳动人口减少，退休的人口增加，会直接冲击劳保基金减少的速度。这个新的工作人口减少了。但是退休人口多了啊，劳保基金的水库进水量越来越少，但是出水量越来越多啊，那这就会导致水位会下降，而且是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人口的这个结构改变的部分，都是在我们整个预估的范围里面的。那除了政府的拨补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行政作为在处理。人口老化愈来愈紧，出世人数却愈来愈少。2022年无到14万人，是历史上新低。劳动部统计嘛显示，到今年1月底，咱国65岁以上的人口，劳动参与率仅若9.76%，比南韩、新加坡、日本的25%至35%要低真多。我们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我们的人口老化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来势必一定会产生劳动力短缺的这个问题。劳动团体认为讲，包括辅导中高年岁的人就业，关键解决少子化的问题，或者是透过移民政策的方式来补充劳动力等等，来当减少劳动人口愈来愈少的冲击。这嘛是政府即马真要紧爱解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开始变温暖，这乌面腊八开始飞登去北平啊！钓民众伫咧家己布地发现一只乌面腊八的脚，去互这铁虎夹着，烦恼讲伊会无性命，就呼吁民众做伙来找找，要来替伊治疗。另外，伫宜兰打起一条大排水沟的迄个所在，也发现到一只强要绝种的东方白鹳，伊的身躯是真虚弱，无大飞。农业处接到通报了后，也家己带回去照顾，目前状况真稳定。这只伫笼仔内的东方白鹳，比前一天加真有精神。初五伫宜兰打起，有鸟友发现这只东方白鹳伫排水沟内底，看着真虚弱，无法度飞。农业处接到通报了后，家带回去照顾。初步检判可能是清扫的时阵体力无够，即嘛已经豆豆恢复。不过同一天去互看到同款情形真严重的，也有这只乌面腊八。它有点3、7步，我们还觉得它很酷。等它飞起来的时候，我才明白说为什么它不去找它的同伴，也不去觅食。看到那种画面就觉得很痛心。天气较热了后，家己沿海的乌面腊八准备飞对北平去。不过伫布地岩田、南地迄块地啊，目前还有411只乌面腊八，其中3成已经换满，是啥真侪鸟友去附近翕相，想袂到煞看到一只乌面腊八的脚，竟然拖一个铁虎。县政府早上就派了专员，然后跟我们一起到有捕兽夹的这个点位附近再去找找看，那结果是没有找到。因为当地并无找到铁虎，才会判断这只乌面腊八是伫咧其他的所在去夹到的。鸟友嘛开始倒找，希望会当赶紧找到这只受伤的乌面腊八，甲夹伫伊脚的铁虎绑起来。不过因为去互铁虎夹到的动物影响行路、找食，甚至都甲脚记号灯等等的情形，已经毋是头一届啊。拍过就是大雪山有雄鹰夹着捕兽夹在天空飞，我想这个都是很沉痛的画面。台湾明定禁止使用铁虎已经真侪年啊，若是去夹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会当处上悬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万以下罚金。动保团体除了呼吁政府都要严格执行，
嘛希望民众发现有动物掉伫陷阱的时阵，来随通报当地政府，可以会当赶紧接受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盐埕区有一栋社区大楼的4楼，防指控讲，这一间厝改做9间套房伫咧睡人，甚至占用楼梯口，阁开一个门，或者厝骹出入，阁伫遐披衫。其他的厝边也烦恼讲，安尼会造成公共安全危险，就去甲检举。下晡消防局去到现场安检，主管机关监管处表示，这楼梯口另外开一个门已经违法，限延7天改善。若计检的部分会比对资料，若准有违法，共款也会罚。消防局人员到这档伫高雄盐埕区的电梯公寓检查1楼的灭火器了后，搁上楼检查公用空间，因为4楼住户和其他住户检举，伫楼梯间竖设铁门。奇怪，这栋大楼的为什么楼梯间会凿一个门呢？而且我看到楼上楼下都没有。按道理说如果这个牵涉到建筑结构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事。这个承重墙就是不可以凿门，也不能凿窗的。民众提供相片，指控4楼住户竖设大门，恐吓影响结构安全。厝计9间套房出租，内底食的消防设备无够，恐吓中央社中社事件，甚至将楼梯当作私人空间，互厝骹披萨。2月初发现了后，就向市府检举，也是无改善，真生气发问题面切社群。毋过，出租法院王强调内底有3个门牌号码，分作3户，有的是厝的大门也被当作隔间，定称隔6间，毋是9间。他乱讲，那个一共是3个门号，一共只有6个房间，有些是大门，他也把它当房间。那根本就没有关系，又不是我装的，而且大家说那个什么大门，那个我买来就已经是这样了，又不是我隔的。有关住户在楼梯间堆放物品，公务局将函文该住户限期改善，如未改善，则会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处以4万元罚锾。市府表示，楼梯间设门已经违法，已经发文通知出租7日内改善，若无改善，会照建筑法处6万到30万。另外，隔间一旦勘查了后，看资料确认是不是违法。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铁路的北门车头，进前有福建讲去学堂就起。阿里山林铁加文化资产管理处对3月20开始施工了后的拜6礼拜，若准要坐这个家己到北门的商务列车，就会改对这家己车库远久的过代上车。厝顶看旁部用锁仔甲绑咧，壁倒嘛有挂着糖酒。这间检测室甲边仔北门车站3月20开始准备要来整修。我们目前有发现，北门车站部分梁柱有受重铸的情形，那门窗还有屋瓦、雨淋板以及油漆都有剥落或损坏的情形。这个阿里山林铁文资处编2700万的预算，要来全面整修。文资处按算400多天的工期，北门车站暂停上车甲落车，要去阿里山的游客，拢爱为家己车站坐车。长途正班车从嘉义发车之后，下一站的停车就是鹿马场车站。但是对于周6日的这个区间车，也就是嘉义到北门的区间车来讲，我们会把相关的停靠站移到嘉义火车站或是车库园区里面。文化部伫2019年，甲北门车站登录做阿里山林业甲林业铁路重要的文化景观。24年前为9日地动修复到今，都无过整修过。希望透过这个机会来整理，未来配合新北门车站的启用，替阿里山林铁观光带来更较好的服务品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明说时阵，真侪人去买寿桃或者是寿面做的塔，这款塔拢是用这玻璃拢做的，用完了后就拼掉，真无环保。就业者设计出用纸桶做塔，拜拜了后，纸桶会当摕来底物件，甚至会当当椅仔来坐，咱做回来看卖。新明若要做生意，一寡经庙或者是信徒会烧送寿桃、寿面塔。这寿塔基座大部分拢用玻璃拢做的，拆开了后一个真大间，要单调阁无环保。有信徒研发纸桶做的寿塔，拜拜煞纸桶会当摕来底物件。上特别的是，一个纸桶有法度至重100公斤，会当摕来做椅仔坐。这较环保啦吼，算较创新啦，算讲这拆掉会当做椅仔坐，会当100公斤无问题。若寿桃甲寿面袂当放伤久，拜拜煞几工就拍算去，所以就放桃仔味的乌龙茶米代替。
传统的五果改做宜兰的金枣糖、大乌枣、葡萄干、桃仔润糖甲旺来糖，口味较现代化，毋过足收的心意无改变。内底有山珍海味，还有五果，也是拢用糖啊代替安尼，会当放较久安尼。目前这手塔有水彩、金鳞两种设计，未来嘛会有4种新秀的造型。毋若经标一块安做会用到，民间恭喜开幕嘛真适合，有影实用佮环保。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韩，无要结婚、无要生囝，说是大做伙情伴是愈来愈多。去年当地就20外个实境电视节目探讨这个现象。根据统计显示出，这过去5年南韩结婚的人数减少23%，那当期家庭说是增加75%。同款32岁的赵成浩甲李尚美恋爱超过10年，两个人目前同居，不过无打算结婚。因大方上电视实境秀，甲人分享因的生活。 결혼을 하게 되면 당연히 이제 뭔가 권리처럼 저에게 출산을 요구할 수 있는 부분인 걸 제가 너무 잘 알아서 그걸 피하고 싶은 마음도 엄청 커요. 李尚美坦白讲，伊无想要承担婚姻中的责任，也无想要生囡仔，这是伊拒绝结婚的主要原因。李尚美另外一半虽然也是想要结婚生囝，不过支持女朋友的决定。 남편의 그런 생각이나 가치관이 좀 많이 바뀌어야 되는 것 같아요. 정말 같이 보는 느낌. 근데 어쩔 수 없이 젖을 물려야 되는 거는 엄마의 몫이고 남자가 대신 해줄 수도 없고 그러니까 완전 50대 50이라는 거는 이 육아에 대해서는 존재하지 않는 것 같아. 南韩去年像这种以同期无结婚做主题的电视实境秀至少20个，是安怎这种节目这么流行？一个制作人是讲，不是要鼓励同居，是反映社会现象。 根据调查，目前南韩甲一半的人认为有必要结婚。过去5年，新婚的人数下降2%，3%，同居的家庭升悬7%5%。另外，社会对同居的接受度为10年前较无5%，升悬到65%。这个数据说明同居不是禁忌，这种节目有伊的市场。制作单位甚至会举办每种的见面会，满足观众的需求。 아마 제가 연애 프로그램 제가 좋아해서 약간 남녀 간에 서로 약간 좀 만나서 약간 얘기하고 감정을 약간 표출하고 그런 것 때문에 제가 솔로지오 좋아하는 것 같아요. 心理学者分析，平常时老百姓的同居生活，更较会互观众产生替代性的快乐甲情感的认同效应，所以这种节目会真受欢迎。不过，对于生育率已经是全球上低的韩国来讲，无结婚无生这个现象，会使得社会老化的危机更加严重。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吉兰到新竹对12度到23度，表里到云林对12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2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24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